彤彤姐姐，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？我在想，要穿宠夫长裤出门，还是要穿邓夫短裤出门啊？我觉得彤彤姐姐穿短裤比较好看。哦，你觉得我穿邓夫好看？为什么啊？因为彤彤姐姐的腿很漂亮啊，穿短裤才看得到腿啊。谢谢小蜜的赞美。那点点呢？我觉得穿长裤比较好。哦，点点觉得穿宠夫比较好看，为什么啊？因为穿长裤出门走路比较方便啊。对耶，听起来也很有道理。那我到底要穿宠夫，还是要穿邓夫？彤彤姐姐好像越来越烦恼了。夫裤子呀嘿马给诺，这是什么呢？夫，这是一件裤子。宠夫长裤，宠夫长裤呀嘿马给诺，这是什么呢？宠夫，这是一件长裤。短夫短裤，短夫短裤呀嘿马给诺，这是什么呢？短夫这是一件短裤。哇，点点很棒，都学会了。夫、宠夫、短夫小朋友都记住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蕊了，拜拜。